又一个早晨，今天是阴天。记得我们今天去吃的那个早茶叫什么名字？陆羽茶室，是我舅舅推荐我一定要去的。他说你们既然去了香港，就去尝一尝。最近已经有点习惯了，每天都在这样的高楼里面穿梭。终于到了，看到上面那个绿色的牌子了吗？陆羽茶室。据说香港很多有名的人，像以前金庸啊什么，都来这里喝早茶。看看这个外面，我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很辣手。吐，好好 ，Thank you。镜子快过来，人家都给你开门了。大家看一下菜单，基本上一份的价格都是在65左右，80多。基本上这个价格是我们前2天吃的早茶店的3倍左右。茶水费1人42，喝白开水也是这个钱，1杯相当于人民币37元。这2个形状不是很好看。来，我来给你煎个虾饺，拿到温度过来。平均1只22块。味道是不错，都是金钱的味道。吃完了，2个人300多港币，人民币260多。我和镜子也就来这一次，算是体验过了。对面是香港太空馆，我们来逛一逛。10点钟窗口才开始售票。自从看了《三体》之后，我们对这个太空是愈加的喜欢和向往。2个展厅，一个是24，一个是10块钱。好，先参观。这里可以触摸陨石的，就是这么一小块。你看了这个，试想想，你认为人类能登陆火星吗？肯定可以的。我也愿意做太空旅客，到访哪颗行星啊？想去比邻星看看吧。未来10年啊，那镜子这个视频我们就存10年，我觉得10年之后人类应该已经登陆火星了。这个是银河系，地球，不是地球，太阳系在这个坐标里，太震撼了！宇宙深处，比赛开飞船，我竟然输给镜子了。这个是太空洗手间，用不惯啊！太空的睡袋都是站着睡的，这个是倒着睡。倒着睡。在太空没有四面八方，所以说睡觉倒着睡、正着睡都是一样的。楼下的商店有陨石出售，大家来看看这个价格，这么一小块，600。1000多，700多，黑色的是300、400，所以全世界各地怪不得有那么多人都在捡陨石，这个东西确实是值钱。太空馆的电影《真菌的王国》开始了，可惜不能录像。